我請在場各人見證，我國向前願意你鍾永書為我合法妻子，從今以後，無論貧窮富有、健康疾病，我都願意照顧你一生一世，直至終老。永書，我而家將結婚戒指擺喺你手上，從今以後，代表我哋嘅承諾。跟住請新娘子為新郎哥戴上結婚戒指。唔知邊個係阿錢個老豆咧？都未見過。我请在场各位见证，我钟永书愿意以多向前为我合法丈夫，从今以后，无论贫穷富有、健康疾病，我都愿意照顾你一生一世。